今次咧想同大家講講古代東方同埋西方印刷術發展嘅時間線。圖表嘅左邊咧代表西方，右邊咧代表東方。古代嘅中國咧主要嘅書寫咧係喺竹簡上邊嘅，直至到公元105年東漢時代，蔡倫造紙。咁跟住咧，造紙嘅技術咧越嚟越進步。過咗200年之後咧，紙張已經差唔多完全取代咗竹簡啦。又過多差唔多200年咧，就開始有印刷技術。最先嘅印刷技術咧，就係木板嘅雕版印刷，即係話咧將要印嗰版字又刻喺一塊木板上邊，然後塗墨印製。嗰陣時咧就係隋朝啦，而東方嘅造紙技術咧，差唔多要700年或者800年之後先慢慢傳到去西方嘅喎。到咗差唔多唐朝啊，公元900年度咧，呢種造紙技術咧先傳到去巴格達，跟住傳到去開羅，再要過多100-200年之後先傳到去歐洲喎。到咗公元1000年北宋年代咧，中國嘅印刷咧有突破性嘅進展，畢昇發明咗活字印刷。活字印刷咧就係咧將嗰啲字咧先做成字粒，一粒一粒咁樣，然後將字粒排列好，然後咧就先成版印刷嘅。咁畢昇當年用嘅字粒咧係泥做嘅，稱為泥活字。到咗金朝嘅時候咧，已經咧用銅板加啲銅活字咧印紙幣㗎啦。中國咧係最先發行紙幣嘅國家。到咗元朝嘅時候咧，又有石活字。喺西方嗰邊咧，到咗1150年，我哋嘅南宋期間咧，歐洲有第一間造紙坊係喺西班牙嘅。過多100-200年咧，歐洲咧都有木雕版印刷啦。不過佢哋最突破性嘅發展咧，就係喺1455年。喺嗰一年，德國人谷騰堡咧印刷咗聖經。佢咧係用金屬活字印刷技術。不過咧唔單單係一項技術，係一個印刷系統，包括印刷機啦、金屬活字嘅製作啦、合適嘅墨啦，佢哋用柔性嘅墨，同埋咧合適嘅紙張，佢哋用嘅紙張比較硬嘅。咁呢本印刷出嚟嘅聖經嘅特點咧，除咗非常之清晰精美之外咧，佢咧仲係比較平。當年嘅書籍咧係好貴，係普通人冇辦法諗可以擁有嘅。但係咧，谷騰堡咧令到咧人擁有聖經成為可能。不過所謂平都唔係真係好平，需要入買一本聖經係差唔多一個文員要大概3年嘅人工至可以買到一本聖經。但係隨住呢個印刷術嘅發展，書籍咧越嚟越平，人擁有書籍嘅機會越嚟越大。呢一個咁嘅突破咧，帶嚟咗資訊革命，更加咧帶動咗後嚟嘅宗教改革啊、文藝復興啊，簡直翻轉咗歐洲嘅歷史。所以咧，谷騰堡聖經被譽為咧係嗰1000年最重要嘅發明。喺1588年咧，耶穌會嘅傳教士咧就要運一部西式嘅印刷機去日本，中途咧有2年時間咧係停留喺澳門嘅。於是乎咧，嗰部印刷機咧就成為亞洲第一部西式嘅印刷機，亦都係中國第一部西式印刷機。大家喺照片裏邊見到嘅咧，就係嗰部印刷機嘅複製品啦。望落去嘅外貌咧，就同1455年嘅谷騰堡印刷機係好相似嘅。喺嗰2年期間咧，當年嗰部印刷機咧都有印刷書籍，嗰啲書籍咧就成為咧中國最先用西式印刷機活字印刷方法印嘅書籍啦。
咁另外喺歐洲嗰方面咧，喺1638年咧，歐洲嘅印刷術咧就傳到去美國。喺嗰一年咧，美國就有第一間印刷廠。喺1709年咧，英國係第一個國家通過版權法嘅。呢件事係好重要嘅，因為有版權法咧，先會保護嗰啲技術嘅發展同埋研究。喺清朝嘅乾隆光緒年間咧，西方經歷工業革命。到咗1789年咧，西方嘅印刷咧又有一個突破，就係法國咧成功做咗自動造紙機。自動造紙機咧，即係話咧，以前咧人咧拎住嗰啲長方形嘅格去隔嗰啲紙張，然後將啲紙張一張一張逐張逐張咁樣做，而嗰個機咧有輸送帶，然後不絕咁樣將嗰啲紙張咧運入個機器嗰度，咁咧啲紙做出嚟咧唔係一張一張，係一卷一卷嘅，咁咧將來咧係配合咧自動化嘅機械印刷嘅，係好重要嘅。喺1814年嘅9月咧，中國有第一間西式印刷廠啦，係設喺澳門嘅。呢間印刷廠咧係屬於英國嘅東印度公司。當年嘅東印度公司除咗好有錢之外，仲有政治甚至軍事力量嘅。佢哋喺澳門設立呢一間印刷廠咧，其實只係為咗印一本書。嗰本書咧就係西方第一位嚟中國嘅宣教士馬禮遜作嘅華英字典啊。咁咧華英字典即係有兩種文字啦，中文同埋英文。英文咧就已經有全套嘅金屬活字可以用，但係中文咧主要都係木嘅字粒。咁兩種唔同質地嘅字粒排埋一齊咧，印出嚟咧，因為大家唔同質地啊，食物嘅情況唔同，印出嚟嘅效果唔好，所以咧有一個好難解決嘅技術問題。不過比技術問題更難解決咧，就係當時嘅政治同埋社會嘅情況啦。清政府咧係唔準外國人學中文嘅，又唔準中國人教外國人中文嘅，違法咧係可能咧係會判死刑嘅。所以即使啲外國人有錢，即使附近好多中國人，佢哋都揾唔到中文老師㗎。咁揾唔到中文老師不得已咧，仲要印刷廠需要工人㗎嘛。中國咧亦都係唔準中國人幫外國人印刷嘅。咁點算咧？所以咧當時咧係印刷嘅時候咧係一波三折，隨時擔心清政府會嚟搜查啦，好擔心嗰啲中國嗰啲字嘅字粒啦，擔心中國工人會被拉咗去啦。所以咧呢本書能夠真係出版咧，咁真係一個好轟天動地嘅事啦。但係咧點解東印度公司咁堅持要出版呢本書咧？就係因為佢哋好想咧同中國人做生意，但係咧又同中國人講唔通喎，因為大家都唔明大家嘅語言，所以佢哋好需要學中文，但係咧就冇渠道。而咧佢哋覺得呢一本字典咧就係咧令到英國人能夠學得懂中文嘅一個好重要嘅渠道，所以咧佢哋咧就花咗7年嘅時間，用咗超過13000磅嘅錢，為咗就係印刷呢幾百本嘅字典啊。咁13000磅即係幾多錢咧？差唔多就係馬禮遜咧13年嘅人工，所以咧其實呢本書係真係好貴重㗎。大家望下照片裏邊嗰本書印出嚟嘅第一頁，咁印得真係幾靚㗎。呢本書咧其實係好大本㗎，佢嘅版面咧仲大過一張 A4 紙㗎，係一本咧好重要、
好有分量嘅書。咁當中國人同埋英國人好努力咁喺澳門搞印刷嘅時候咧，喺英國方面咧，終於咧迎嚟一個好突破性嘅進展啦。原來咧有一個德國人，佢發明咗研究咗一部咧新嘅印刷機，兩樣新鮮事。第一，唔係人手動嘅，係蒸汽推動嘅，而且印刷個版面咧唔係平嘅，係滾筒式嘅。哇！咁呢個咧就真係大件事啦。但係咧佢做出嚟嘅印刷機咧喺德國都揾唔到買家，於是乎咧咁佢就去英國啦。咁去到英國咧就終於揾到一個買家，第一位買家就係《泰晤士報》嘅老闆。《泰晤士報》咧因為咧嗰個需求越嚟越大，手印嘅方法咧實在太慢啦，即係趕唔上，所以佢一眼就睇出咧呢一個係機會啦，所以佢就買咗2部。但係佢又好驚喎，因為咧當時咧紡織工人咧就係因為咧紡織嗰啲工廠咧用咗自動機，令到佢哋失業，所以咧佢哋咧就暴動整爛晒嗰啲自動紡織機。咁佢又好驚呢件事會重演，所以就上演咗一幕咧好秘密嘅事啦。佢咧靜雞雞咧喺《泰晤士報》嘅印刷廠隔離租咗一個地方，安放咗2部呢啲咁嘅冇人見過嘅滾筒式蒸汽推動嘅印刷機。咁然後揀咗喺1814年嘅11月嘅一日咧，然後就通知嗰晚就通知本來嗰啲印刷工人就話有特別新聞啊，要遲啲至印啊。咁於是乎嗰啲工人咪坐喺度等咯。咁當佢哋坐喺度等嘅時候咧，喺佢哋隔離嗰個秘密嘅地方咧，有一批工人。呢一批工人咧同佢哋唔同嘅就係佢哋只係普通人，唔係佢哋嗰啲熟手嘅印刷工人喎。因為呢個機器咧，你只要擺啲紙校啱咗之後，擺啲紙落去就得㗎咯喎。咁所以呢班工人咧就喺嗰晚咧，叱咤到天光嘅時候，咁啲本來嘅工人就問：咦，都未印嘅？但係咧，原來咧嗰啲《泰晤士報》已經喺外邊賣緊啦。咁呢件事咧就係咧，即係歐洲嘅印刷業嘅一個新嘅開始啦。特別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呢一款嘅蒸汽滾筒印刷機啦。呢一款印刷機咧，差唔多喺1834年開始咧，就喺英國廣泛咁樣使用㗎啦。咁大家見到咧，呢一副印刷機咧，主要咧係金屬嘅構造。咁大家特別要留意嘅咧，就係喺左上角咧，好似有條好粗嘅皮帶。伸展過去隔離房，其實咧呢個皮帶咧就係連接隔離房個蒸汽推動機，令到咧呢個印刷機可以用㗎。咁呢個印刷機咧又有好多滾筒啦，2個大2個細，又有好多嗰啲滑輪纜索齒輪咁係一個都幾複雜嘅機器。但係咧，當你調校好之後咧，佢差唔多係自動印刷，自己會上墨，自己會反轉張紙，咁一切咧都係變得好輕鬆㗎。咁其實係點樣操作嘅咧？咁咧，我哋見到有2個工人啦，咁咧就一個企喺度，一個坐喺度。企喺度右手邊嗰一位咧，咁佢就係負責咧將佢右手邊嘅紙咧。每一次就攞一張擺喺嗰個機器嗰度，咁跟住咧嗰張紙咧就會碌入佢身邊嘅第一個滾筒，碌到最低嘅時候咧就剔擦印咗一面，跟住咧就轉翻上嚟，咁咧就喺
第一個細滾筒嗰度上面經過，跟住喺第二個滾筒下邊經過，嗰張紙咧就反轉咗㗎啦。咁跟住咧嗰邊咧未印嗰邊咧就向上，就碌入第二個大滾筒，跟住咧碌到去最低嘅時候直插，咁咧就印埋第二面。咁跟住咧張紙就出翻嚟，咁坐喺度嗰位工人咧就接住嗰張紙，啊！就係咁簡單啦，你話係咪真係好厲害呢？咁所以咧，只要個機調校好之後，真係唔需要乜嘢好高技術嘅工人㗎啦。好啦，大家咧依家仔細咁樣比較下呢兩幅圖畫啦。咁左上角嗰幅就係啱啱講過嘅英國雙滾筒嘅印刷機啦。咁咧右手邊嗰度咧又有另一副印刷機。不過好似係同一款式嘅印刷機喎。原來咧喺1847年嘅時候咧，英國聖經公會咧就送咗一部滾筒式嘅印刷機俾喺上海嘅倫敦傳道會嘅印刷所，係要嚟印聖經嘅，就成為咗中國嘅第一部滾筒式嘅印刷機啦。去到上海咧，先發現有個困難，就係上海咧都未有蒸汽推動機，咁於是乎咧，佢哋就由隻牛咧嚟拉動個機器啦。咁咧其實隻牛咧係喺另一間房嘅，喺個印刷機嘅房咧係見唔到隻牛嘅。咁當然啦，就需要多一個工人咯，又要管住隻牛啊嘛。咁當時咧，呢副印刷機咧帶嚟上海好大嘅轟動啦，好多人特別去印刷所度咧，就係為咗睇呢部印刷機，亦都有好多人寫低佢哋嘅感受，佢哋都話好快，印刷得好快。其實咧，印刷術咧係源於中國，咁跟住咧喺幾百年嘅時間咧喺個世界轉咗個圈，再翻返嚟中國嘅時候，本來咧完全手作嘅中國印刷術咧就變為西式嘅印刷機器啦。但係呢啲咁新式嘅印刷機器咧，亦都係本來源於中國發明嘅印刷。咁所以我哋要知道，其實每一個偉大嘅發明都係前人好多經驗、好多汗水嘅累積。到今日啦，好多人都會話：呢個係我嘅，我係第一嘅，呢啲係我嘅發明嘅。當我哋咁樣嘅爭拗不休嘅時候咧，我哋要諗下，其實我哋好多知識都係承傳前人嘅，我哋好多機會都係恩典，教我哋都要學習謙卑。